新闻一开始，咱来关心大地震是造成花莲灾情真严重。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，地震是造成13个人死亡，目前还佫有6个人失踪。特殊队伫今仔日是继续入去山区找找，但佫天气无好，加上一直有地震尾，搜救行动有受阻碍。也若伫沙卡当步道，今仔日佫发现第3个遗体，确认是21岁姓吴的女性。 为天上经营酒店脱困落山的民众，陆续进入指挥所进行健康检查，佮确认身份。受困几啊工总算会当转去，也毋过掉伫山内时不时发生地震，尾民众难免烦恼。这边是不是还是余震蛮明显的？天天有，晚上半夜都有。手机没有讯号。对，手机跟那个网络都打不通，所以很多朋友一直问。 一直找消息都看不到消息。花莲地震造成超过数百人掉伫山区，空勤协助空投物资，载军民众落山，工程人员继续抢修道路，已经伫天上以西排除落石，会当开放小型车落山，互特例民众较好行。目前也有9个人失联，其中姓尤的一家5个人，甲一名姓吴女子最后通信地点，拢是伫卡通步道车落特殊队伫0.5公里所在发现第3具遗体。找到吗？对。 搜救犬伫土石堆中有发现，救援人员是用手袄搬开大石头，将遗体救出来。经过身上的证件，确认是21岁失踪的姓吴女子。胡姓小姐的大体是我们的搜救犬发现嘛，哈。那刚在附近也有在做过一个广域的再次搜索，是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发现任何的相关迹证。 伫车库发现的2具遗体，姓尤家属初步透过相片是姓尤的查某人甲伊的大汉查某囝，也毋过目前有完后大石头地着家属毋忙，会当量早找到其他3个家人。落实下来是不是在一个某个角落？希望说有在就是救援他们这样，那样就大家都是这样的期待啦，也不希望说怎么样。为着救出遗体，佮找找更较侪失联者，特殊队会设法进驻同期区，只是天气无好，佮不时有地震尾造成山区落石，对搜救行动是一个考验。 我们徒步进去，那的确需要有些路段都必须用攀爬的方式才能做进去的动作，没办法说一般的像行走方，甚至有机具可以直接在步道上面做移动。对啊，搜救行动继续咧进行，为了让山区的人会当对外来联络，司法部的人员今仔日嘛对着空勤，把这卫星设备送到山顶去。空勤协助将设备送去山区，技术人员会展开架设，利用卫星接收设备，提供通信网络协助，希望让救援会当更加及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